唔知你有冇試過，當做完一個決定之後，幾個月甚至幾年後，你突然同自己講一句，其實我一早知有問題。可能係一份工，面試嗰陣個老闆講嘢好好聽，但你心入面有少少唔舒服，你講唔出點解，只係覺得呢間公司好似有啲怪。可能係一次投資，你見到成個群組都話會升，身邊朋友都話唔買就走寶，但落單嗰一刻，你個胃好似縮一縮，你冇理，你話咁多人都買，應該冇事啩。到最後出事，你先醒起，原來當初唔係冇信號，係你冇聽。今日講呢本書叫 You Already Know: The Science of Mastering Your Intuition， 中文可以理解做你其實一早知道，掌握直覺嘅科學。呢本書最勁嘅地方，唔係叫你迷信直覺，唔係叫你唔使分析，更加唔係叫你跟住感覺走。佢真正想講係，直覺唔係神秘力量，直覺係你嘅大腦將你過去嘅經驗、你眼前見到嘅資料、你身體嘅反應、你情緒嘅記憶，全部壓縮成一個信號。問題係大部分人唔係冇直覺，係唔識分。你分唔清邊個係直覺，邊個係焦慮，分唔清邊個係提醒，邊個係恐懼，分唔清邊個係智慧，邊個係面子。所以今集我哋唔係單純講一本書，我哋係用呢本書猜一個好多人一生都困住嘅局，聽錯自己局。作者 Laura Huang 係管理學同組織發展方面嘅學者，佢嘅研究範圍包括直覺、人際信號、創業、職場互動同決策。所以呢本書唔係心靈雞湯，佢唔係叫你每朝起身對住鏡講3次我相信宇宙會安排。佢講嘅直覺比較似一種決策能力。大家可以諗下，點解有啲做生意好耐嘅人一望個合作夥伴就覺得呢個人信唔過，佢可能講唔出1、2、3、4，但過多幾個月真係出事。又或者有啲老師一望個學生已經感覺到呢個小朋友唔係懶，佢係唔敢問，佢唔係占卜，佢係見過太多學生，見過太多表情，聽過太多語氣。又例如一個做咗20年護士嘅人，病人指數未必即刻好差，但佢一入房就覺得唔對路，可能係呼吸聲、面色、眼神、皮膚溫度，全部微細信號加埋，佢個腦已經整合咗。呢啲就係本書想講嘅方向。直覺唔係冇根據，直覺係太多根據，快到你未有時間逐條講出嚟。但留意呢句好重要，直覺唔係永遠啱。如果你面對嘅問題其實可以用清楚數字計到，例如稅務、法律條款、醫療診斷、工程計算，你唔應該淨係話我感覺係咁。所以今集嘅重點唔係盲信直覺，而係學識問我而家聽到嘅到底係成熟直覺定係未處理好嘅情緒。好多人講直覺會講到好似一支箭突然射入腦入面，我突然覺得唔對路，突然有個靈感，突然知道要點做。但作者嘅講法係 gut feeling， 其實係結果，唔係過程。佢將 gut feel 描述成大腦快速抽取過往經驗、情緒記憶、場景理解同資料之後嘅結果。即係點？你見到一個人講嘢好有自信，表面上佢冇問題，但你覺得唔舒服，你以為自己係第六感，其實可能係你大腦捕捉到好多微細嘢。佢好快承諾，但唔肯講細節。佢成日講放心啦，但從來冇講風險。佢笑得好熱情，但眼神避開關鍵問題。你未必一刻講得出晒，但你過去見過呢類人。你可能曾經俾人呃過，亦可能曾經入過一間公司，個老闆都係咁講嘢，或者曾經有個親戚借錢之前都係咁樣。所以你個腦幫你整合成一句小心，呢句就係直覺。但點解你冇聽？因為另一把聲出現，唔好咁衰啦，可能係自己太敏感，人哋咁成功應該冇問題。於是你唔係冇直覺，你係用社會壓力、貪心、面子、恐懼蓋住咗直覺。呢個就係聽錯自己局第一層。你以為直覺係突然嘅感覺，其實佢係長年累月經驗壓縮出嚟嘅提醒。但問題嚟啦，如果直覺係感覺，咁恐懼都係感覺，憤怒係感覺，貪心係感覺，興奮都係感覺。咁點分？呢度係成集最重要嘅位。情緒唔等於直覺，情緒通常好快、好大聲、好急，但係直覺比較安靜、清晰、細緻。你可以咁理解，情緒好似屋企個細路坐喺車入面大叫：快啲快啲，我要即刻買。你唔可以將個細路掉落車，因為情緒有資訊。你驚可能代表你覺得有風險，你嬲可能代表你覺得被侵犯界線，你興奮可能代表你見到機會。
但你唔可以俾個細路揸車，因為佢會撞車。直覺就唔同，直覺通常冇咁嘈，佢唔係尖叫，佢一句好細聲但好穩嘅提醒。呢件事唔急，再問多一句，呢個人講嘢前後唔一致，你其實唔想要呢份工，你只係怕冇人請。我哋好容易將情緒當直覺，尤其係3種情況。第一種叫 FOMO 直覺，見到人哋買，你又想買；見到人哋升職，你又想轉工；見到人哋移居，你又覺得自己唔走就輸。你以為係直覺，其實係怕走寶。第二種叫恐懼直覺，有個機會出現，你第一反應係我唔得意。你以為自己直覺話你唔好做，但其實可能只係你由細到大習慣咗低估自己。第三種叫面子直覺，你同自己講我覺得要堅持，但其實你唔係直覺覺得啱，你只係怕認錯。所以每逢你話我感覺好強烈，你反而要小心，因為強烈唔代表準，有時越強烈越可能只係情緒接本咗你。你可以問自己一條問題：如果我而家完全平靜，我仲會唔會有同一個答案？如果答案仍然係有，嗰個可能係直覺；如果一冷靜落嚟，個答案就散咗，嗰個多數係情緒。好多人以為思考只係喺腦入面發生，但其實你身體成日都幫你收信號。有啲人一諗起要返某份工，個胃就唔舒服；有啲人收到某個信息，心跳突然快咗；有啲人喺會議室聽到某個方案，明明大家都拍手，佢就覺得成件事好假。當然，我哋唔可以話所有身體反應都等於真相。身體反應可能係壓力、疲勞、舊創傷、睡眠不足，甚至係咖啡飲多咗。但身體反應值得你停一停，唔係即刻跟，係即刻問自己：我係緊張、興奮、害怕，定係覺得有嘢唔一致？呢種感覺以前出現過未？上次出現結果係點？我哋可以將佢變成我哋容易用嘅方法，叫做身體3問。第一問：我身體邊度有反應？胃、心口、喉嚨、肩膊、頭、手心。第二問：呢個反應係叫我走定係叫我慢？好多時候身體唔係叫你即刻拒絕，佢只係叫你唔好咁快答應。第三問：呢個反應背後有冇舊經驗？你係咪以前遇過同類人？係咪以前試過同類局？係咪試過喺相似情況入面忽略自己，最後受傷？例如你老闆突然叫你接一個新項目，話好簡單啫，你 handle 啦，你心口即刻翳一翳。你唔好即刻話我直覺唔做，你可以問：係咪因為我怕辛苦？係咪因為上次都係咁話簡單，最後成組人失蹤，得我一個孭鑊？如果係第二個，咁你嘅身體可能唔係懶，係記得你個身體記得上次點樣出事。你把口未講，個身已經提醒你，今次唔可以再傻。我哋用日常生活語言拆開，第一種 Eureka moment， 即係叮一聲通咗，你諗咗好耐都諗唔通嘅問題，突然有一刻明晒。例如你成日覺得自己份工冇前途，但講唔出原因，直到有一日你聽到公司高層開會講一句：我哋未來主要靠 cut cost。嗰一刻你突然明白，原嚟你唔係唔上進，你係喺一間冇增長，只靠壓榨效率嘅公司入面，等一個唔會出現嘅機會。呢種直覺唔係突然亂嚟，係好多碎片終於砌埋一齊。第二種 Spidey sense， 即係唔對路感，表面一切正常，但你覺得有嘢怪。例如有個人想同你合作，佢 PowerPoint 好靚，語氣好有信心，成個計劃好似好完美，但你發現佢每次講到錢點分、責任點分，佢就轉話題。你心入面有一句有伏，呢句唔一定代表你要即刻拒絕，但代表你要問多幾條問題。真正成熟嘅直覺唔係叫你即刻拍台走人，係叫你由信任模式轉去查證模式。第三種 Jolt， 即係震一震，原嚟我一直諗錯。呢種最痛，因為佢唔係提醒你外面有問題，佢係提醒你你自己一直相信嘅嘢可能錯。例如你一直相信我只要忍，屋企就會和諧，直到有一日你發現你越忍，對方越過界。你突然明白，原嚟你以為嘅成熟其實係逃避衝突。又例如你一直相信只要我努力，公司會睇到，直到有一日升職嗰個唔係最努力，而係最識管理關係、最識表達成果嗰個。你突然明白，原嚟職場唔係考試，唔係你做得多就自然有人頒獎俾你。Jolt 最可怕，亦最有價值，因為佢會拆走你舊有嘅人生假設。好多人成世唔肯聽 Jolt，因為一聽就要承認自己過去10年可能用錯方法。但有時人生真正嘅轉捩點就係嗰一下，
原嚟唔係世界唔公平咁簡單，係我一直用錯玩法。去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如果直覺咁重要，點解我哋咁少用？答案係因為由細到大，其實唔係被訓練去聽自己，我哋係被訓練去交標準答案。讀書要答 marking scheme， 返工要估老闆想聽咩，屋企要做一個懂事嘅人，社會要追一條叫做穩陣嘅路。久而久之，你會好叻睇外面，但好唔識聽入面。你識睇市場，識睇 KPI， 識睇老闆面色，但你唔識問我其實想點，我其實知啲咩，我心入面嗰個唔舒服係咪真係有原因？我哋唔敢信自己，通常有4個原因。第一，怕錯，因為生活成本太高，錯一次好似冇得翻身。第二，怕俾人笑，你唔跟主流，身邊人會問你係咪傻咩？第三，怕負責任，問人意見其實冇問題，但有啲人問意見唔係為咗更清楚，而係為咗將責任外判。第四，怕發現自己一直唔開心，呢個最深。好多時候你唔聽直覺，唔係因為你唔知，係因為你太知道。你知道份工唔適合你，但你仲有供樓、仔女、父母、保險，你知道段關係有問題，但你已經投入咗咁多年。你知道某個朋友只係利用你，但你唔想承認自己睇錯人。所以你唔係冇答案，係答案太貴，你寧願扮唔知。呢個就係聽錯自己局最深一層。有時我哋唔係聽唔到直覺，而係唔敢承認自己聽到。咁點樣訓練直覺？直覺可以透過重複、反思同回饋去訓練。高直覺決策者會事後檢視自己嘅判斷，記低自己幾時啱、幾時錯、點解啱、點解錯。我哋將佢變成一個好實用嘅方法。直覺日記4格法，每當你有一個重要決定，就寫4格。第一格，事前信號，我第一下感覺係咩？係清晰，係唔舒服，係興奮，係害怕，身體有冇反應？第二格，當時資料，我手上有咩客觀資料？數字係點？條款係點？對方講咗咩？有冇證據？第三格，真正情緒，我係咪驚輸？係咪貪快？係咪想證明自己？第四格，事後結果，3個月、半年、1年後返嚟睇，當初邊個信號係準，邊個係錯？我係因為資料不足錯，定係因為情緒太大聲錯？有冇忽略身體提醒？有冇將恐懼誤認成智慧？呢個方法最有用嘅地方係佢會幫你建立自己嘅直覺資料庫，因為每個人嘅直覺都唔同。有啲人對人好準，但對錢好差；有啲人對風險好敏感，但對機會好遲鈍；有啲人一興奮就出事，有啲人一害怕就錯過人生。你唔記錄，你永遠唔知自己邊部分可靠，邊部分唔可靠。所以成熟直覺唔係一句我 feel 到，成熟直覺係我知道自己喺邊類情況容易準，邊類情況容易被情緒騙。例如你記低10次投資決定，可能發現你每次因為大家都買而買，最後都輸。但你每次因為自己熟悉行業，睇到需求變化，再加上心入面有清晰感覺而買，勝率高好多。咁你就唔係迷信直覺，你係訓練直覺。再例如你記低10次人際判斷，可能發現你第一次見到一個人，如果覺得佢講嘢前後唔一致，通常後面真係有問題。但你如果只係因為對方唔熱情，就覺得佢唔好，其實好多時係你自己怕被冷落。咁你就學識分邊個係直覺，邊個係我舊傷口。呢個分別好重要，因為如果你唔分清楚，你會用直覺去合理化偏見。你會話我覺得呢類人都係咁，其實你唔係直覺，你係固執。你會話我一向都唔信呢啲機會，其實你唔係謹慎，你係怕改變。真正嘅直覺訓練唔係令你更加自信咁簡單，係令你更加誠實。我哋講3個最常用嘅場景。第一，職場，當你收到一個 offer，唔好只睇人工，問自己3樣嘢：一、面試過程中對方有冇尊重你；2、佢講公司文化嗰陣係具體例子定係空泛口號；3、你離開面試房之後係覺得被激發定係覺得被消耗。如果人工好高，但你個身體一直話唔對路，唔代表一定唔接，但代表你要問多啲，問 turnover， 問試用期目標，問成功標準。直覺唔係答案終點，直覺係查證起點。第二，金錢。投資最容易將貪心誤認成直覺，你覺得今次一定得，但其實你只係唔想錯過。你覺得我好有信心，但其實你只係睇咗3條片，入咗2個群組，聽咗幾個人話會升。真正嘅直覺
要有經驗做底。如果你對嗰個市場完全唔熟，嗰個唔叫直覺，叫賭感。所以當你有一個投資 gut feel，問自己：我呢個感覺建基於咩經驗？我知唔知自己最壞會輸幾多？如果冇人知，我買唔買？我仲會唔會買？最後呢條好重要，因為好多投資其實唔係為錢，係為咗證明自己醒。第三，關係入面嘅直覺，好多時最早出現，但最容易被忽略。你同一個人相處，成日覺得自己要縮細，講完自己感受，對方永遠話你太敏感，你唔敢講真話，因為怕對方太大反應。你可以同自己講好多理由，佢其實好忙，佢工作壓力大，佢唔係有心，我應該包容。但你身體好誠實，你越嚟越唔似自己。呢個時候，你嘅直覺未必係叫你即刻離開，但佢至少叫你承認呢段關係入面有啲嘢唔健康。承認唔等於即刻行動，但唔承認你永遠冇得選擇。直覺最大嘅作用唔係幫你即刻揀 A 或 B， 係幫你停止自欺。講到最後，呢本書俾我哋最大嘅提醒係，你人生好多答案其實唔係完全冇出現過，只係出現嘅時候好細聲。佢唔似焦慮咁大叫，唔似貪心咁刺激，唔似面子咁有說服力，唔似恐懼咁即時控制你。真正嘅直覺好多時只係一句：慢啲，問清楚。你其實知道，但世界太嘈，老闆有聲，市場有聲，朋友有聲，專家有聲，你自己嗰把聲反而越嚟越細。所以成熟唔係永遠揀啱，成熟係當你揀之前願意停一停，聽清楚，我係驚定係知道，我係逃避定係清醒，我係想證明俾人睇定係真係想咁樣活。人生最可惜嘅唔係你冇答案，係你一早有答案，但你用一生去假裝自己唔知道。所以今日呢集送俾大家最後一句：真正嘅直覺唔係叫你盲目相信自己，係叫你停止背叛自己。如果你最近面對一個好重要嘅決定，今晚唔好即刻問多10個人，攞張紙寫低4樣嘢。我第一下感覺係咩？手上有咩資料？真正情緒係咩？身體邊度有反應？寫完之後，你可能會發現你唔係唔知，你只係一直唔敢承認。你其實一早知道。如果你覺得今集對你有啟發，記得幫我哋 like 同 share。如果你想繼續同我哋一齊用一本書拆解人生、職場、關係、金錢同人性背後嘅局，記得訂閱書裡有局。想支持頻道長期製作更深入嘅讀書內容，亦都歡迎加入會員。你嘅支持會令我哋可以繼續用廣東話慢慢拆開更多人生入面睇唔見嘅局。我哋下一本書再一齊拆局。